全家總動員，全家總動員。好，我哋一齊點睇下呢個精華嘅呢段。你係唔應該參加功能組別，你更加唔應該樂之不疲去參加功能組別，旅遊界、法律界、呢個會計界、工程界、飲食界、飲食界，有人你都會參加嘅。最不堪嘅就係李柱銘，你叫佢翻煙，湯家驊真係揾李柱銘，叫佢參加法律界功能組別，絕對冇咁樣嘅事。公民黨講大話。我話俾你聽，你話湯家驊唔可以代表公民黨，你擘大隻眼講大話。你公民黨老實講，你公民黨嗰個位係法律界個位係你公民黨嘅，湯家驊梗係揾李柱銘，李柱銘親口同我講嘅，佢拒絕咗。你真係知唔知道醜字點寫啊？不白幾多你知唔知啊？睇清楚呢啲面目模糊嘅民主派，仲好意思問我呢個問題？你要堅持2012雙普選咩？喺你個政綱裏邊、傳單裏邊，全部都冇2012雙普選嘅。我話俾你聽，你係令到我哋覺得你反常，不過唔緊要，你有陳方安生，有呢個黎智英，係咪？包辦民主、壟斷民主。我話俾你聽，你自己翻去反省下，你公民黨翻去反省下，唔好改變社民。政治光譜係好闊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。咁我中間簡單嚟啊，一定要嘅。就公民黨咧，從來絕無歧視，係叫你湯家驊揾李柱銘，3月嘅湯家驊可能係偷嘢。你講係我話兩個，湯家驊同埋李柱銘兩個成年男人私下對政係絕對唔代表公民黨，係咪好笑啊？民主黨嘅係絕無歧視，係咪覺得好笑啊？大家唔可以歪曲事實嚟扭曲。我從來唔會歪曲事實。關晒話俾你聽，關晒。我哋先有隻撐公民，撐李偉爺，撐公民，撐李偉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最緊要撐我隔離呢個。你想佢好？今次我選舉佢借咗100萬俾我，好高興。各位朋友，2003年嘅6月4日，我喺維園，我走去嗌司徒華。點解我嗌司徒華咧？因為長毛同我講，你同阿華叔講，你同楊森講冇用嘅，因為我想上台講5分鐘嘢。但係呢個6.4燭光晚會一路以來都係支聯席會編排好晒任何一個項目，你想行上去講嘢，你真係唔使旨意。我喺6.4之前嗰1個月，不斷喺節目裏邊要求所有嘅民主派立法會議員，因為23條全部集體辭職，因為我哋估計保皇黨一定可以3讀通過呢個23條嘅立法。唯一可以做嘅，你就係成個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杯葛呢一個立法，即使佢通過喺國際社會上邊，佢都面目無光。但係啲民主派議員當我發急風，但我一日講，天天講，講到佢發晒猛陣，就鬧我講數，到最後我又同佢講數，我話我哋搞遊行。我記得就喺呢度對面美麗華酒店2樓嘅東宮，我約咗10幾個民主派嘅朋友喺度研究點樣去抗拒呢個23條，大家達成一致嘅共識，7·1大遊行。
6月4號嗰晚，如果在座當晚有人嘅喺2003年6月4號維園，你聽到我個5分鐘嘅演講，兩個信息，我哋話今晚5萬位參加燭光晚會嘅朋友，7月1號一人帶5個上街遊行，叫董建華翻落去佢嘅。